我祈祷，黄牧师，咱做伙来祈祷。陈牧师，咱做伙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咱来做侍奉的祈祷。至圣的上帝，圣神降临，这是历代教会纪念的圣主日。这个主日拢常常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较无恳求圣神充满的日子。愿你伫今仔日的圣主日，享受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你的教会充满圣神的画名，也互你每一个囝儿、查某囝，无论是老人囡仔，拢得到圣神的充满。主，阮恳求你降临伫你的圣会中，互阮两间教会做伙伫你的圣殿内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神甲阮侍奉的同工同在，互阮所唱出的诗歌是祈祷的诗歌、学乐的诗歌、感恩的诗歌。也愿每一个兄弟姊妹通过上帝你圣神的帮助，甲圣经的话语，阮的生命重新得到智慧的光。阮恳求上帝你的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愿你的圣神掌权，伫人的心思意念，也伫教会规矩，伫教会事工。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基地，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中会三明教会黄牧师、陈牧师，甲咱的中籍兄姐，做伙来到阮德登教会，咱要开始起这段，咱来敬拜咱的主，咱来吟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灵起来，自由运行着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中有满足的喜乐，生灵起来，自由运行着地，生灵的江河流。
命来，自由运行着地。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流到如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流到如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感谢主，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是不是咱来咱拼兄姐，咱讲愿圣神常常甲你同在，愿圣神常常甲你同在。咱的生命要有圣神来引带咱行主要爱咱行的道路。我们再来唱一遍圣灵的江河。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清明来，自由运行着地。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流到如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流到如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流到如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感谢主，这说咱的音无限的听，主是咱的生命，主是咱的归来。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同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大声唱，予人知，
全的爱。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咱是一群有福气的人，主拣选咱做伊的囝儿，咱嘛有确信，主要用永远的听咱，再说咱再来吟你的恩典够我用。万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无关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主应允咱，伊的恩典教育咱用，因为伊的能力是伫咱的软弱来成，所以咱真爱夸口咱的软弱，互咱的软弱真侪主的旨意来成。咱就用祈祷，用感恩，咱来吟一遍你的恩典够我用。无完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
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伊也诚做救我的。伊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抢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咧榜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先来三甲来吟圣诗，圣诗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请咱永远徛伫用师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得万了入来受苦，伊是为过死，毋爱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我上天，加做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启应文第11篇，诗篇42篇。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的面前来见伊啊？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呢？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用欢喜和乐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啥事伫我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会面向我来拯救我。所以我要求要学了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准。所以我对约旦的地甲顶门，也对以撒的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出声，就深恩甲深恩三叫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引发我。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你是伊予我唱歌，来求守护我活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啥事袂记得我？你啥事对敌的压迫，由阮来行。我的对敌击切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呢？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啥事伫我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我要求要学了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刷者咱的吟圣诗485首。485首，主大恩惠若施落伫我一生，请咱一个吟3首。为主甘
请咱三甲后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俄勒敬拜你。你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倚靠，伫阮的生活中会拄着侪侪的捆绑甲重担。阮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得到逃亡甲自由。阮何等的福气，会当诚做你属天的囝儿。主你的话语也要诚做阮生活中的美娘准情，互阮来得到救恩甲帮助。主今日是圣神降临节，阮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俄勒你。愿你的圣神临到运行伫即所在，兴起你救恩福音的国度。来改变阮、帮助阮、洁净阮、充满阮，互阮会当诚做你的门徒、圣洁的器具，来荣耀主你的名。阮也要因为对你来的快乐甲逐种的恩赐，全心全意来为主做工，为主跑走，最好的见证来向世间人来传扬主你的救恩。主，阮搁一摆恳求你圣神运行充满伫阮即当中，嘛互讲甲听的平平拢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俄勒啊信歌队。
请咱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出埃及记31章第1节到第3节。耶和华对摩西讲：看，犹大支派，互你的孙俄利的囝比撒勒，我已经指名来调伊。我用上帝的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有聪明、有才捌，会做逐项的工。再来看一位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2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遮的话，就用手甲盒的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即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恁赦免啥物人的罪，就赦去；留啥物人的罪，就留着。讲道圣灵互生命无共款，请尊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是一个真要紧教会节期，伊提醒咱领受圣神对咱生命的改变。也未领受圣神的基督徒人生，亲像苦海，孤单、冷静，毋知帮站对倒来。领受圣神的人生，生命无共款。所听遐的姊妹，愿上帝亲自将伊的圣神赏赐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今仔日无论是伫旧约、新约，拢表明上帝主动的心意。上帝予将来伊所要使用的人，
有上帝的信心，为着将来的侍奉。耶稣对伊学生伊讲：“恁领受信心吧。”亲爱的姊妹，我咱用基督的心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对我分外开，互我领受信心，充充足足。咱同心为着这个祝福来祈祷。至圣的神，请你降临。你伫创造的时，甲上帝同在。你是十字架顶，也甲主耶稣杀甲伫地。你伫伊的坟墓中，你也顶十字架主耶稣分外开，互伊成做国我的基督。亲爱的圣神，阮伫你的面前守这个祭祭，恳求主你运行伫阮的中间。今仔日有人心内孤单、软正、空虚，恳求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内心，充充足足来充满伫阮。特别恳求你临到伫你的教会，无论是三营教会、德堂教会，每一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愿你的圣神掌管，愿你的圣神充满。互阮所领受的，毋是即世间的神，乃是对天顶来上帝的灵。主求你帮助阮，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干那听道理。今仔日的礼拜真简单，就是因为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底，阮的生命全然无共款。至圣的神，请你降临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恳求基督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伫圣神降临节是2000年来教会真捌一项代志，因为耶稣讲：“你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所以耶稣的教会不但是尊耶稣最大，耶稣的教会嘛是通过基督领受主耶稣所赏赐，迄个看袂到的快乐、荣耀甲权柄。所以耶稣讲：“就点伫我，伫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耶稣应允伊逐种属天的快乐，就是圣神的充满，就是上帝的听的充满，有平安，有喜乐，阁有圣神要将耶稣讲过的道理，阁一摆讲互咱听。圣神嘛要帮助咱有敬畏上帝的心。亲爱的姊妹，这毋是一个传统上的祭祀的仪式，是每一年都亲像咱开车的时阵，你若看到你的油表的指针，甲你讲要加油。每一个祭祀拢是咧甲咱讲，基督徒重新得力，重新得到快乐，是倒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简单，祈祷。一个基督徒若无常常伫基督的中间来亲近上帝，咱的人生是靠家己。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祝福伊家己的教会，无论是三营教会，无论是德堂教会，拢互咱对咱的厝边亲人讲：我的上帝甲我相合伫地，我的圣神是真，甲我的上帝。我的圣神是四道行传的上帝，我的圣神嘛是我人生的上帝。而且，这个圣神要从我的囝儿到代代无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要共同守圣餐，咱要共同做礼拜，咱嘛要每一个人拢同得圣神所带来福音的好处。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伊的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亲爱的姊妹，领受圣神是新约中间第二重要的福音。第一重要福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咱得到拯救。第一重要福音就是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人有新的活命。第二个福音就是耶稣讲：你领受圣神。我若去，我若离开恁，倒去到伫天顶上帝的受恩宝座，我就要找见圣神，甲恁相合伫地。我若离开恁，圣神就来。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咱正教会的中间，
耶稣讲，若无领受圣神的洗礼，人未通顶头生。教会会当代表耶稣基督，主持圣餐，主持洗礼。但是最重要是洗礼主持，就是洗礼设立洗礼本身的主耶稣基督。教会会当代表上帝用水甲人行洗礼，但是教会无拄拄有权柄，互人领受圣神的充满。圣神的充满，拢是每一个较无上帝的人，伊对上帝讲：“亲爱的圣神，请你充满我。”所以牧师的讲道会当诚做邀请，但是无拄拄是你得到圣神充满的开始。牧师的邀请是一个邀请，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兄弟姊妹，咱可以内心知影讲，我的生命内底若无有圣神，我就无良善，我就无上帝迄种的荣耀、圣洁的画面，甲我三甲地底。愿亲爱天父上帝，伊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祈祷，通过人的脚步，伊对天搁一届降临伫地人，伊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所听的姊妹，常常化咱的心来祈祷讲：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咱的上帝要踮伫人的内心。哥林多前书第2章是一个足要紧的讲起圣神的奥妙，保罗伊的见证。所以哥林多前书伊讲，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面，人的心内就是一间礼拜堂。咱的心思意念，咱的情欲，这间礼拜堂内底，若是清气，上帝的圣神就要降临伫人的生命中。愿听见上帝的话，听见保罗的见证，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祈祷的手来邀请圣神讲：亲爱的圣神，进入我的家庭，进入我的生命中，你掌管我的一生。像这你若愿意，求就互咱，上帝就会断伫咱的内底。主耶稣讲：你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会当做，袂当做，英语叫做 can do、cannot， 会当做，袂当做。有能力的基督徒，是因为伊经验到上帝圣神伫伊的内面是活的，是真的，是一个活水江河，不断有新的热情，有上帝圣神所带来的开展。亲爱的姊妹，愿上帝圣神甲你同在。今仔日我要甲咱对圣经来受2项祝福。第一，咱的上帝是一个主动祝福人的上帝。如果你若回想伫圣经，上帝创造亚当的时，伫圣经中间有2节的圣经真重要。创世纪第1章27节，上帝讲伊照伊的形象创造亚当。圣经创世纪第2章，上帝讲伊用土粉造人，然后将活气分入伫这个土所造的人，然后这个人就称做有活命的灵魂。伊讲有灵的活命，中文是安尼翻译，但是原文真正意思就是，伊称做有活气、有活命的灵魂，有灵的活命。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并不是指上帝的圣神。犹太人了解这段圣经，伊并无真清楚讲，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伊所分入的迄口气就是圣神。但是传统上对旧约甲新约，犹太人甲基督徒拢安尼认定讲，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伫人的内底，迄口气就是圣神。今日咱读到约翰福音20章，搁我的主耶稣倒来到伊的学生的身边，伊甲因讲：愿恁平安。耶稣甲因讲：
愿你领受圣神。今仔日我相信，咱的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伊嘛甲咱讲，愿你领受圣神。所以，亲爱的姊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什么意思？然后圣神踮伫咱的内面，咱就有法度真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咱甲主讲：主啊，若无你，我的人生真辛苦。我的古早人，我的时代人，甲我讲，人生亲像苦海。总是我相信，主你来临到，人生就是福杯满溢的人生。上帝是一个主动赏赐的上帝，对创造的开始，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搁活了后的开始，伊拢是主动将圣神赏赐予伊的教会，甲伊的门徒。无理由，伊无伫今仔日将伊的话开，搁一摆分入咱的圣殿内。创世纪第2章第7节安尼讲：上帝的神伫地上用真爱土粉造人，将话开分入伊的鼻孔，伊就成做有灵的活命。这个灵并毋是上帝的灵，迄个灵，这个灵较偏向伫人的灵魂。所以，这个翻译，这个灵是代表英语翻作感动，英语嘛翻作人的魂。魂的意思就是人真侪有受感动、有情绪、有喜乐、有知觉、有自我意识，也毋是代表上帝的圣神临到伫人的中间。但是伫创世纪，上帝讲：人若属血气，我的圣神就无踮伫伊的内面。恁会记即句话无？即句话甲创造的即个故事放做伙，前后差无偌济。但是上帝讲，人若属血气，我的灵就无搁再踮伫伊的内底。所以即句话嘛，甲咱讲，上帝要收回伊的圣神进前，上帝的圣神早就已经伫伊的创造亚当甲伊的子孙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求你无让我收回你的圣神。主求你无让我收回你的圣神。无得因为我有意无意中间对你的亏欠，收回你圣神的怜悯甲帮助。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领受圣神。创世纪第2章15节，伊甲咱讲：上帝拣选人最重要，上帝赏赐圣神的充满最重要，就是互人成做伊的管理者。所以圣经讲，上帝将亚当放伫爱甸农园，互伊整理看守。整理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互伊服侍，互伊照顾上帝的葡萄园，互伊照顾上帝的爱甸农园，互伊照顾上帝的产业，修整、打扫、清气。修整的目的是为着保持清气圣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创世纪的帮助，咱来看出埃及记第3章的时，31章的时，伊讲上帝是某人的囝，是某人的孙，以色列这个人，伊伫伊的心上赏赐伊的圣神，目的是为着要互伊有智慧、聪明来做上帝的工。兄弟姊妹，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目的，毋是干那要满足人内面迄种快乐的、幸福的激素。伫脑神经科医生讲，人的生命内底感觉幸福，是因为有一种荷尔蒙，伊的名叫做巴多胺。迄个荷尔蒙若产生伫伊的内底，伊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圣神充满毋是即种的感动，圣神的充满是一种生命的本质，上帝的临到。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互人代替上帝，继续伊的创造甲伊的工作。亲爱的姊妹，愿你用即种的看法，
即种的人物，为着你的囡仔祈祷，将你的囡仔亲像五底饼两尾鱼，献予上帝。你甲上帝讲：主，我将我的囝儿交予你，愿主你甲伊换手，甲伊祝福，你使用伊，你赏赐圣神，互因有能力，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爱殿乐园的管理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今仔日的诗会，带咱共读上帝即句话，出来记记说31章第3节。伊讲上帝家己亲自讲，我要用上帝的神来充满伊，互伊有智慧、聪明、知识，会通做逐样的工。人若羡慕为主做好的工，人若羡慕伫人生中间会通有成就，人当然会羡慕智慧甲聪明。但是恁爱会记，咱教会常常读的以赛亚11章第2节，伊讲上帝的神啊，踮伫人的内面，人就有6种的灵：聪明的灵、智慧的灵、策略的灵、工作的能力的灵，佮有对知识的灵。第6种就是会晓敬畏上帝。圣神若领到一个人，人就知影伊是甚物人，人就知影伊是甚物人，人嘛就有智慧、策略、能力，通做上帝所交代伊做的工。所以今仔日的圣神降临节，一方面是指示悟性的祷告，悟性的祷告就是求天父上帝通过圣经，互我明白圣神充满的奥妙甲重要。第2项就是感性的祷告，感性的祷告就是甲上帝讲：道理毋免坐，主啊，互我得着。道理毋是用听的，道理就是我传。伫我的内面，毋是牧师讲道互我感动，是因为上帝圣神感动我的时，我自然而然对我的内在，我就知上帝你甲我三甲伫地。愿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甲你的囡仔同在，上帝也甲咱教会2间教会同在。互咱的教会虽然细间，但是无乱弱。然后上帝圣神充满的教会，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然后圣神充满的教会，检查是细间，但是是有能力的教会。耶稣的学生只有12个，但是这12个改变人类的历史，拍破罗马帝国的强权，成做上帝荣耀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互咱明白，圣神充满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是为着要互伊的囝儿，互伊的教会有能力代表上帝，代表主耶稣来管理伊的产业。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的交陪，祝福咱的联谊，祝福咱圣义共同的教会。圣义共同就是讲，咱虽然是2间独立的教会，但是咱有同一个主耶稣，咱有同一个教会，咱有同一个教会的体制，这个圣餐是合一的。咱要邀请主耶稣伫今仔日通过圣餐，将伊的血灌压伫咱的内底。所以等一个咱领受圣餐的时阵，牧师会讲，我用这个来纪念主耶稣。恁伫心内爱讲阿们。主耶稣，当我啉这个杯的时，你的活命的气力，通过这个杯，你的宝血进入我的内底。兄弟姊妹，愿你领受主耶稣所设立的新约，旧的代志拢成过去，人成做新的活命。主甲咱三下伫地。第2，领受圣神是一个回家返璞归真，因为圣神互人悔改，圣神互人认捌好歹，圣神互人知影对甲毋对。圣神互迄个浪子忽然顿悟，伊讲：我得罪天，我得罪了我的老爸，我为什么伫世间流浪？我的爸厝减无有真侪教验啊！
圣神互迄个浪子愿意定心倒来到老爸身边。圣神对基督徒来讲上要紧，就是将迄个电线甲插头插做，甲插做伙。咱甲圣上帝连结做伙，圣神将咱结连伫上帝。迄个新的活命，上帝能力就进入咱的中间。圣神带咱真做倒来，上帝所起初创造，伊所互咱，这叫做圣神的洗礼。圣神这互人看到家己的欠缺，互人看到家己的愚蠢，互人看到家己的虚假，互人有谦卑的态度。若无圣神帮助，真少人愿意承认家己是毋对的。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一摆搁一摆，通过圣礼典，咱毋是洗礼，咱是不断的充满洗礼一摆，但是圣餐是持续常常的。每一摆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捧起主耶稣的杯，咱领受主耶稣的活命伫咱的中间。因为其实顶礼拜牧师甲恁解说老母的年水，迄个葡萄汁无成迄个意思吗？恁等一个对了，恁会当看到牧师有将迄个圣经的经文的文字稿放伫咱的手报。伊讲无成迄个字，伊的原文叫做胆。胆的意思就是老母的年水，老母的血。老母的血若是充足，囡仔所结的果子，囡仔就正样，就甘甜，就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圣神来领受新的活命。所听的姊妹耶稣讲，人若无通过水的洗礼甲圣神的洗礼，人就袂通进入上帝国。愿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真多，你会祈祷。愿咱伫主的面前，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讲：主啊，求你充满我。所听的姊妹，愿你知影这个祈祷的重要。当你开嘴甲圣神讲，愿你充满我，亲爱的姊妹，圣神要听咱祈祷。代表是一个真后祈祷的人。伊讲：主啊，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咱若看伊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充满我的心。咱无念真侪圣神充满的果子，咱无念真侪圣神充满的奥妙的财物。但是圣神若来，一切都明白，一切都明白。连咱所无求的，伊嘛拢赏赐互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领受圣神，因为领受圣神，咱就有份伫上帝的本质；领受圣神，咱就有份伫上帝的性情。新约的圣经保罗讲，上帝有份伫上帝的性情。这个性情的这个字原文的圣经是本质，英语叫做 by nature， 意思伊出世伫什么人的身上，伊的生命中间就带有什么种的 DNA， 什么种的基因。但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生的宝贝囝，自然之人，咱就是主耶稣基督伊的荣耀的本质。主甲咱三个伫地。互血气离开，互圣神充满。血气当然袂离开，因为上帝所起初创造，伊分的迄口活开，伊内底包含有血气。但是血气若用正确的态度来活，血气要成做祝福；血气若用错误的方法来活，迄个血气要成做致命的吸引力。所以上帝所赏赐万物拢是好，伊互人内面有情欲，伊互人内面有欲望，伊互人内面有魂，伊互人内面有情绪。所以这就是咱古早人咧讲的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毋是讲七种六种，毋是。七情六欲的意思就是真多元的，无共款的欲望甲情绪。天父上帝伊要用伊的圣神开咱的目睭，互咱
好好来使用咱内面的咱的情欲，好好使用上帝所赏赐咱的金钱，好好使用上帝所予咱的社会地位。咱袂乌白用，嘛袂错误的使用，误用了人自由的意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无空空离开上帝的礼拜堂。特别咱中间有人对耶稣也无很认识的人，愿你的生命当中受祝福。愿你耶稣要互人的生命中间，因为他的圣灵的充满，伊的人生不孤单，伊的人生有能力、有智慧。愿咱纯粹双手祈祷的时，上帝就将伊家己放伫你的心上。愿咱有份伫主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腾出你内心的心思意念，你需要有一个空间，愿意互上帝掌管。你若有这个愿意的心，你的生命中间有主要为你做主，有上帝的圣神要成做你的带领者。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来领受一个无同款的生命。我要甲咱分享耶稣伫伊要离开世间最后的黑暗，所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10到17章。这段经文对德堂教会并不陌生，因为咱对新春礼拜开始，咱就常常回顾这个约翰福音13章甲17章。迄段圣经是耶稣最后一摆的讲道，迄段圣经是耶稣伫最后的晚餐所讲，约翰所记载真完整伫迄暗耶稣所讲的道理。伫迄个中间，耶稣讲：恁若踮伫我的内底，恁就会有6种的祝福。拄则牧师伫起头嘛有简单，搁一摆做复习。所以兄弟姊妹，愿恁领受耶稣伫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伊讲：我所赏赐你的，就是我离开，上帝的圣神就要踮伫你的内底。恁若踮伫我的内底，圣神就要通过我的名，充满伫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耶稣讲有6种的祝福，第一项真要紧，生命的开拓。你若离开我，你就袂当做心。生命的开拓，过来耶稣要讲有平安、有喜乐，安尼就3种。耶稣佫讲，我要赏赐恁有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圣神就要踮伫恁的内底，将我所讲过的道，将我所讲过的话讲互恁听。敢有可能？兄弟，若无可能，就无今仔日个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是使徒约翰，伊伫最后的晚餐中间所听到迄段话，50年后，伊还佫记伫心头。靠人记忆力也好，听一摆讲道就会当背规篇上帝牧师的讲道篇，无人遮尔有好的专心注意的力量甲记忆。除了圣神的帮助，约翰50年后竟然有法度真完整将耶稣所讲所有的话，佮重新写出来。所以听的姊妹，愿主耶稣基督佮我的灵，今仔日甲你相合伫地。圣神要开咱的目睭，圣神要对你讲话，比牧师讲的话佮较合理的情景。迄是量身定做上帝圣神伫你人生中间的光，所以代表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原来伫这段话中间，咱甲上帝讨讲：主啊，主耶稣，你应允讲，你伫天父上帝是阮宝座，你要为阮祈祷，求天父上帝赏赐圣神，这个圣神要互阮明白真理。这个圣神要互阮得到自由，圣神伫什么所在，人就得到逃亡。亲爱的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愿你通过圣神的能力，互我的生命充满盼望。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帮助咱，因为圣神所带来6种的改变，记载伫以赛亚11章第2节，伊讲上帝圣神若临到伫咱的身上，咱就要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谋略，有能力，
咱要有知识，咱也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生命智慧，就是知影看袂到的上帝伫遐。咱虽然看袂到上帝，但是咱知，咱的上帝甲咱相合伫地。所以听弟姊妹，耶稣离开世间真正迄个阴暗，伊所讲的话，约翰甲咱分享，伊讲我的主耶稣所讲的，我要用圣神，互恁知影，通敬畏上帝。我要互你明白真理的话，我要互你的心内有天父上帝的疼，甲我的疼。耶稣所讲的第6项，就是伊要用伊的疼来激励基督徒，互基督徒自然之然有能力去疼人，毋是咱真有高超的品格，有高超的信仰的情操。咱讲咱要真做一个牺牲奉献的人，毋是，是因为主耶稣用伊的疼感动了咱，咱知影讲，我愿意白白甲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疼。所以圣神会互人有智慧，圣神嘛会通互人有能力。所听的弟姊妹，愿这几句话会当放伫你的心内。伫今年的圣诞毋是圣诞节，圣神降临节，你甲主祷讲，求圣神帮助我当大人，求圣神帮助我当大人。当大人的意思就是无搁再做属灵的囡仔，有情绪化，有软弱，有自卑感，有无好的自我的图像。愿上帝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上帝的圣神充满最重要，就是互咱甲上帝和好。亲像龙主，伊对伊甲爸爸身边的时，伊甲爸爸所讲的第一句话，伊讲：爸爸，我得罪了你，我嘛得罪了天顶的上帝。老爸就接纳伊。所听的姊妹，圣神的充满，就是互咱重新做人。圣神充满最重要，就是互人看见家己伫情境中间的糊涂、空虚，互人知影咱要怎样甲上帝和好。独到只有圣神的帮助的人，才会通体贴上帝的事。咱做基督徒久久，咱无拄拄是一个有体贴的人。我毋知恁同意这句话无？咱伫教会足久，咱无一定会当体贴到一间教会的轻重。兄弟姊妹，我要问恁一句话：恁感觉顶顿后还欠了什么？伫咱的教会的重建，伫咱的教会的重生，一直到今仔日，咱的教会要欠缺什么？咱若体贴这个教会的需要，咱就会看到这个教会的欠缺。你敢有同意？愿圣神帮助咱伫上帝面前，咱常常体贴上帝的事。彼得甲耶稣讲：“主啊，毋通！”耶稣甲伊讲：“伊要顶十字架死搁活。”耶稣甲伊讲，耶稣回答讲：“主啊，千千毋通！”耶稣甲伊讲：“撒旦提去，因为你只有体贴人的事，无体贴上帝的事。”愿圣神帮助咱真做一个真捌上帝，心中常常有上帝。上帝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伫这间教会，我常常咧看这间教会欠缺。伫我传统上的印象，我感觉教会应该有一个长老，但是咱的教会从来毋捌有长老。所以上帝互咱有一个礼物，人散发热情。咱嘛伫咱的教会复堂的建设的时阵，将迄个钟调起来。伫我的心中感觉讲，这建设应该完整啊。但是拄则即事咧讲真的是，我咧想讲还缺什么？这就是这个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迄个感动的来源。若完成啊，我会使离开；若完成，我会当交棒。
但是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还缺什么？我的答案是彼此相爱。你同意吗？耶稣讲：你若彼此相听，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搁较水的礼拜堂，若无有相听的气氛，迄间教会也毋是一个完全的教会。愿圣神将天父上帝迄个完全无保留，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伫今仔日，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想赐活命，设立教会，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神，求你伫阮中间来掌权，愿你的荣耀充满伫阮的中间，也愿你的本性、你的权能甲荣光，甲阮众人相合伫地，互阮亲像你，人看到阮就知你的荣耀。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将今仔日的交义、亲睦的礼拜，仰望你。主耶稣，你来到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互两间无同款的教会做伙坐道，做伙亲近你，领受同一个杯，领受同一个体，领受同一个主耶稣你所想赐无保留的听，主帮助阮。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用圣诗做咱的祈祷，来准备领圣餐。小妹迄面叫做耶稣特别救下的好事多。
姊妹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进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收圣餐。亲爱的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进来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伊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枵喙焦信无义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地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别迄面有安尼八饼作写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有着恁拍破的，恁会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我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着你的交代，照你的教示，设立这个圣餐。阮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求你的圣神亲自来分别做成，互人手所做的饼，互果子树顶的葡萄汁，因为你圣神的充满，伊就真真实实成做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护。主要说你圣别这个桌顶的饼甲葡萄汁，也求你来到阮中间，围内住一阮。互阮的心，伊的心魔，阮结连伫你稳定的道，就请你来，你来享受圣餐，主持圣餐。阮安尼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手结长老，甲这个英宏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阮感谢你。阮何德何能，会通领受你是未极顶悬的救恩？阮何等的不配？阮的罪沉沦，阮无法度脱离迄个黑暗。但主耶稣当阮还阁伫罪恶中，你亲自享受，你是未极顶悬的救赎。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
主愿纪念你的话讲，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愿伫祈祷中来亲近你。主，当阮摕到这块饼，好亲像你用你的手牵阮的手。最后所通过今仔日的圣餐，互每一个孤单的人得到你的陪伴。今后送向邀告的人，因为你来得到帮助。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这敢有人也无领受着圣餐的饼？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咱来请三个长老来旁边，咱请三个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咱伫中间的这个兄弟，咱会当来头前领受。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代表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我需要你，求你通过这个圣餐，互你的宝血搁一摆，加做我活命的溃烂。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杯就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用无限的疼怜悯阮，佮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互阮明白你疼惜阮，知影阮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悬。诚做你忠实的信徒，是你天国的护卫。主啊，阮伫你面前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交互你的时，愿你的天为阮来开，愿你的阳光圣神充满伫我的生命中，互阮甲你持续圣洁的关系，通阳光你的生命到代代无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伫咱要行平安礼，互相祝福进前，
咱先来欢迎三营教会黄牧师、甲陈如慧牧师两位牧师，以及中级兄姐伫咱中间做礼拜吼，咱欢迎。来收听你，请坐。咱真欢喜三营教会甲咱做礼拜，因为教会就是伫迄个成功林的边仔交流道骹吼。到1号高速公路交流道骹，遐新的社区伫乌日迄个社区。咱拄啊有四德校长甲林兰姐，因也住伫迄个社区吼。所以上帝甲林兰姐甲四德校长因准备一个真好的教会。即间教会真陪伴咱的年长的长辈伫迄个所在。但感谢上帝，咱有即个机会，伫主耶稣的厅的内底做伙亲睦礼拜吼。咱今仔嘛真欢喜，有一对兄弟，恁敢头一摆来，我来好几次了吼。是咧，牧师安尼甲恁，是吗？对，安尼啊，真欢喜恁搁再来吼，真欢迎恁搁再来。敢有第一摆来咱中间有3个囡，即毋是3个囡仔，3个青年吼，是咱的社区的青年，但就奖学金，咱真欢喜伊甲咱做伙，上帝互伊做咱教会的宝贝吼，咱但一个咱要为着因来祈祷，因的求学过程，咱的教会有机会通给他一个小小的鼓励吼。好，咱来用这条诗歌互相祝福。愿主耶稣的听，无论是伫咱礼拜堂实体的礼拜，甲网络顶悬，愿主耶稣的听，圣神的充满，甲恁三个伫地。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恩少年每一个阮教会的长辈，伫因年纪加添的日子内底，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陪伴因。互因无因为因的囡仔出国工作，因感觉孤单。至圣的天父上帝赏赐阮的长辈，伫因的一生年日最荣耀的这段时间，常常甲主亲近，有你圣神的陪伴甲充满。全为着阮中间有人心灵有动荡，心中有焦虑、有忧郁，阮恳求天父上帝陪伴，互因的心。亲一天来开，主你的圣神让因分外开，互因领受上帝你喜乐的灵。愿天父上帝保守阮所有的出外的亲人朋友，甲阮的囡仔，愿因伫外面出入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伫阮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照你家己的感动，伊的应允，你的圣经的话，主互你的圣神来掌管。进入阮的生命中，互阮有正直的心，互阮有清气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阮，互今仔日个礼拜无空空。愿你的听，成做阮最大的快乐，互阮的心因为听来得到满足。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首先来为着依琳来为着依婷来祈祷吼，依婷。伊后礼拜要参加一个全国的比赛吼，地板滚球的比赛吼。伊是很厉害的国手吼，咱来为着依婷来祈祷。
会通照着伊对你领受的能力，祝福每一摆礼拜，啊，毋是礼拜，每一届比赛，拢会当带着盼望，也带着期待。主你所享受的力量，互伊成做一个会当享受上帝你所享受即个伫比赛中间的快乐的比赛的选手。阮为着伊的比赛来恳求主你的天使来陪伴伫伊的边啊，互伊当得到好的成绩。阮伫你的面前咧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加油耶稣爱你。咱下面来为着咱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吼，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即礼拜生日的继承拢无伫咧吼，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吼。咱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拢出国吼。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建佑，为着避国，为着宣旨，为着韩灵来祈祷。咱为着遮出国的兄弟来恳求你。虽然因袂当亲自来到你的圣殿，阮恳求上帝你也花手伫因的心上。搁来1年365日，恳求天父上帝，互因诚做有智慧的基督徒，会当管理家己的每一工。主你互每一工拢诚做一个奇妙的果子，互人得到欢喜，也互上帝你得到荣光。主恩将真有比过宣赐函灵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伊伫圣神降临这时。因会当领受充充足足生命的快乐，阮伫你面前咧感谢祈祷，我可耶稣的性命。咱来请陈牧师来代表教会来颁发这个奖学金吼。咱有一个叫做苏文，一个叫做玉凡，一个叫做一范，一个叫做浩云吼。伊是咱社区的囡仔咱教会有帮助因伫成长的过程点管带他们的学会跟他们的球。台中女中新条那些2年级好，一范台北大学要升2年级了，我们最漂亮的苏文，在科研究所，刚刚更加伟的因是咱的教会的社区成长营成长起来的囡仔一直对咱的教会内底一直成长因很努力虽然因的家庭跟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是一个很勇敢又很正向积极的青年咱愿上帝的祝福甲伊撒甲伫底，而且咱来有份伫这个祝福的祈祷牧师来带这个祈祷。上帝祝福苏文，祝福玉范，祝福浩云，祝阮真欢喜，阮有机会因诚做教会的一份子，这个大家庭的囡仔，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因有智慧，也互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所拄着的困难，有上帝你圣神所赏赐的能力。至圣天父上帝，这3个囡仔无孤单，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上帝你圣神的帮助。主，互因一生成长，无论是伫知识、学业，搁有伫因的生命中间，会当找到生命之光，就是上帝你圣神甲因同在。愿将这3个囡仔交伫你的手，这3个青年，愿主你祝福因，诚做因天顶的爸爸。愿伫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上帝祝福你们，加油加油！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来请师会报告。请咱三个来看奖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3 8点伫教会，查经班拜6早起时9点到7点半拢伫线上。圣工的服侍下周师会请陈宗顺长老，兄师请葫芦团契，司琴请刘一鸣兄弟，司献甲招待请林安露甲陈美秀两位执事，爱餐请郭一玲姐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
基底沟通第一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愿大家领受圣灵的恩膏有为圣灵来同在活泼的生命嘛欢迎台中中会三营教会黄辉牧陈芦会两位牧师甲中职兄姐前来共同来共沐主恩来领圣餐。第5月25日本会伫拜六的下早起9点，伫风雨球场要举行本年度的亲子运动会，欢迎大家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8点50，咱要准时集合。第3，彰化中会施金宝牧师5月初2安享主怀，享年85岁，请大家为家属代祷，上帝稳定甲恩慈安慰夫妻。第4，生日的有廖建佑、庄碧果、彭宣慈、詹涵玲，愿地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的话，请向会计来更正。代祷事项为身心欠安的庄严、詹达、庄仁聚、黄宏仁、陈树甲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2，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祈祷。新学的代祷新国中的有善智、佩琴。新高中的有齐轩、佑新、以恩；新大学的有千亿、乔恩、维忠。第3，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4，为姊妹教会来代祷，有富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雅教会。请咱来三甲来吟上用的信息511首。俄乐上帝至悬至尊，请咱起立吟选手。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请坐，灭得必回。